時輪金剛係最後從印度傳入西藏嘅密續系統之一，佢非常之神秘，亦都非常之深奧。時輪金剛嘅密法係釋迦牟尼佛親自傳授俾香巴拉王國嘅弦月王嘅。時輪亦即係指宇宙同生命喺時間裏邊嘅生滅規律。今日我哋介紹一幅時輪金剛壇城嘅唐卡俾大家認識。時輪金剛壇城有5層宮殿，由5個正方形嘅壇城組成。底層係新覺悟壇城，有東西南北4個入口，係宇覺悟壇城。喺新城嘅內部係宇覺悟壇城，又叫宇城。宇城中心嘅平台上係意覺悟壇城，又叫意城。意城之上仲有2層，分別係智慧覺悟壇城、大樂覺悟壇城。最中間有巨大嘅蓮花，象徵住時輪金剛同明妃。外面包含咗6個同心圓，呢6個同心圓代表住6大，從內到外依次係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、空大同埋色大，即係意識或者智慧嘅意思。佢喺最外一層，稱之為本覺。最大嘅保護圈之外係冇邊界嘅，佢象徵佛陀嘅事業同埋對一切眾生嘅慈悲係無邊。喺藏傳佛教裏邊，時輪金剛嘅壇城係非常之殊勝嘅，佢可以斬斷供養者嘅痛苦同埋煩惱。時輪金剛可以保佑佢嘅供養者得到智慧、財富、健康同埋喜樂。時輪金剛嘅壇城裏邊住咗722位嘅本尊，呢722位本尊喺外相嚟講，佢代表咗宇宙同埋世界；喺我哋內身中，佢就代表咗我哋不同嘅器物。至於居住喺中間密層嘅本尊，佢就代表咗清淨同埋無染嘅本質。居住喺裏邊嘅722位本尊同埋壇城嘅本身，亦都係我哋時輪金剛主尊嘅化現，每一位都代表住時輪金剛嘅覺悟本質同埋不同嘅特性。時輪金剛嘅唐卡，我哋今集就介紹到呢度。有需要了解更多唐卡知識，又或者需要了解我哋收藏品嘅，可以留言俾我啊！我哋下次再見。